Hello， 你好，我叫 Maggie。咁咧，我就係一個兼職工藝班嘅導師啦。咁我點樣認識到專研會咧？就喺透過 Facebook 啦，就見到招募一啲導師咁樣樣咧，我就申請。喺專研會咧，就負責係教絲網花啦，同埋乾花嘅迷你花籃嘅。本身咧都喺其他中心啊，教其他手工藝為主咁樣樣。自己興趣咧都係玩手工藝啦。咁起初咧就係玩穿珠嘅，到玩得一段日子啦，咁穿珠佢式微啦，同時咧不斷有新嘅項目去推出啦。咁跟住咧當時流行乜嘢，自己就會學乜嘢啦。曾經試過有啲學生係男士啦，咁原來佢哋做起手工上嚟咧都唔輸蝕個女士嘅喎，咁樣開心咧就係見到，譬如有啲同學咧嚟嗰陣時咧對自己好冇信心嘅，我會話俾佢聽咧，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嘅長處嘅，做出嚟嘅嘢咧你自己覺得滿意啦，咁就 OK 㗎啦，唔需要理人哋或者同人哋去比較啊咁樣。咁跟住咧唔開心嘅咧亦都會有㗎。咁有啲長者嚟到咧初時咧就好精靈啦，但係咧隨著佢哋年紀大咧，連去中心嗰條路咧都唔認得，迫於無奈咧佢哋都唔可以再嚟長者中心度參加活動啊咁樣樣。所以咧呢個都對我嚟講好感慨咯。睇到人生嘅嘢咁會思考下，其實第日自己老咗咧都可能會係咁咯。咁所以喺自己做到嘅嘢，或者自己仲係有能力去學自己有興趣嘅嘢啊，咁就要多啲參與咁樣樣。